由龙岗国小歌乐队再来精彩表演，为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。将伫咧25日登场的活动，包含寺庙新转的交流、庙宇顶头甲学校社团的表演，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。刺激展示在地文化创意产品以及美食小吃，互来参加清水祖师文化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看有踅，阁有通食。这次活动呢，咱的区长也足大力支持，嘛咱足小听所以讲呢，这边的活动咱有邀请大陆、甲的马来西亚、泰国遐即个东南亚遮拜清水祖师的，这是共同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么内底呢，迄间嘛有闹咱的文创咱台南，阮昆新遮上较出名就是蚵仔，所以讲我嘛有闹这蚵仔丝的活动，大家去亲身去体会。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文化交流，我想全台各寺庙各有它的特点。那因为都是侍奉清水祖师，那把这些集结起来，尤其在台南400这么有意义的一年当中，我们来做一个文化交流，我想可以把我们的寺庙宗教文化提升到最高点。那25、26号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。市长王伟特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，并亲自向来自全国各地奉祀清水祖师庙宇代表一一握手问好，热情邀请大家5月25做伙来到台南。咱这个文化节会当互足侪，不管咱的市民朋友，还是咱的信众，拢会当对着清水祖师的信仰，为过去的因缘，甲即马现主时的演变，演化、演进，会当搁较侪了解。咱信仰是要求人心，人的心理，会当这个愈来愈好，社会愈来愈和谐，心理会当愈来愈平静，会当互家庭愈来愈好。清水祖师自古以来就是扶持着咱社区，扶持着咱的家庭，扶持着咱的社会。所以我想，这边的清水祖师文化节一定会当对着社会更较和谐，对着咱的都市更较好，对着咱的台湾国家过来愈来愈进展。南区公所今年甲庙宇在地团体以及学校结合推广传统的文化，展现在地特色甲团结。欢迎大家5月25来到四分城龙山寺，感受传统文化之水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